到新闻的现场，食饭时间手热菜先来看到，为了要拼生理创造话题，一寡饭店拢会伫咧固定时间邀请外国米其林的投资师来煮料理。这几年嘛，愈来愈多台湾少年的投资师哪来哪出脚。像讲最近中部就有一间星级的饭店，邀请台北70年厝的投资师老威州来办6场的餐会，特别用台湾潮湿的食材来煮食，用咱台湾的食材，也阁有手路来表现法国式的料理。高级的牛排用肉搭煎的，顶悬放着鸭肝，搁来配这个乌松露的酱，香开十足。这出经典的罗西尼牛排是法国总统马克龙宴请美国总统川普的知名的料理，吃过的人拢是真饿了。嫩，然后吃下去就可以像化开一样，那我觉得还蛮美味的。除了招牌法国式的料理以外，刀子搁特别用心来设计这出路餐，像是把灯咧开的太阳花放起咧桌顶。其实这个花梅的部分是用帝王蟹肉来切细块，配上各种独门的香料。花蕊是用饱满的鱼子酱，若花叶是用先用梅仔粉生过金龟来咧摆设，看起来是真鲜肉。在吃美食的同时，也能够用眼睛去欣赏，就是原来这么简单的食材，它也能够去展现出像一幅画的感觉。35岁罗威州是台湾5星级饭店内底上少年的刀子，18岁就来做西餐的料理，甲世界有名的刀子来合适，练出规身躯的好功夫。可以用台湾的人文或者是风情，让你们有一点点很多的 moment 的感觉。特别设计的菜单，伫咧南法普罗旺斯的浪漫气氛之下，加上台湾食食文化的特色，来做出独特的创意料理。记者综合报道。